水星喺天蠍座逗留不足1個月，就急忙地轉入人馬座嘅廣闊世界，成為今年首個奔向人馬座嘅行星，並且喺轉星座之時馬上遇上天王星，似乎提示我哋必須打破舊有嘅思維框架，先可以開發全新嘅生命藍圖。早前水星喺天蠍座時，經歷咗火星嘅挑戰，令我哋一度同他人喺想法、路向同埋處事方式上產生衝突。然而呢個過程卻會促使着我哋去形塑、去雕刻出自我更具體嘅想法，令我們更清晰地看見自己所思所想嘅係咩，自己向往嘅追求又係咩。隨着水星轉入人馬座，我哋將會就着早前所累積嘅想法、所產生嘅信念去行動，尤其係水星啱啱轉星座就受到天王星嘅衝擊，而天王星又位於象徵創新思考嘅雙子座。咁會推進我哋打破舊有嘅傳統思維，突破應該必須要跟從大眾嘅束縛，去嘗試內心渴望彰顯嘅事情。若然過去你曾經受到某啲人、某啲環境所影響，令你對於前方嘅目標搖擺不定，咁天王星必然會推你一把，助你去粉碎嗰啲理所當然嘅事物。呢個時候，我哋不唔好錯過靈光乍現嘅想法，好好將一閃而過嘅靈感都記錄落嚟，並嘗試將視野拉得更高，投得更遠，諗下如何提升自己嘅格局，去打破人哋口中嘅不可能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水星喺11月會逆回天蠍座，咁可能會令原本嘅計劃有所擱置及延遲，或者會喺期間發現自己過於離地，需要重新旗鼓再出發。所以在規劃任何新嘗試時，亦要想想如何喺細節上落實，唔好為自己嘅人生開下空頭支票。只有抱緊自己嘅熱情同信念，我哋喺跌跌撞撞裏先唔會受到動搖，能為過去作正式告別。